到这有钱看，上这看，一定上这看，因为家己先爱，家己诶生活保护，所以因为透过伊时阵，是即个伊刚出生迄相片讲一直无离是，伊我来看那只手机啊，啊无是桌顶，敢有放婴仔诶相片，通常拢是啊，甚至家己诶迄个子女啊，甚至家己诶侄子，拢可能手机仔内底啊，甚至可能桌顶边面，会使互家己回忆嘛，回味一下。那第四个问题，伊会问讲，你最后一摆甲你囡仔讲我爱你是啥物时阵？可能做侪人会甲讲一句话我爱你，即句话我爱你是一个真心的表达。那伫这问这四个问题问完了后，是毋是若是爸母的话，是毋是拢做紧会使回答？咱知影讲吼，这四个问题足平常啊，日常生活当中就做会到的代志啊，是毋是？那食了，拄则讲是问四个问题，这四个问题啊，这囡仔换成家己爸爸，无共款啊。请问你的爸爸妈妈该是啥物？毋知啊，佫毋知啊。第二个问题，请问你敢有看过恁爸爸妈妈困的时阵迄个面？无一定哦，无一定哦。有诶可能会看过，就变过，无即上细看啦。嘿啊，咱食来，手机仔囝桌仔顶敢有放爸爸妈妈诶相片？放几张？可能就无比家己囝诶相片较济啊，家己诶迄个侄子侄女诶相片较济啊。那第四个问题，你应该会记着无？最后一摆，啥物时阵甲爸爸妈妈讲我爱你，我爱你？啥时阵？啊，刚刚足久啊，无印象啦。嘿啊，那即时阵对无？因遮爸爸啊，写到遮时阵是头壳摸咧啥，敢若拢无做着咧。那这时阵呢，这广告公司诶，伊个放因爸爸调工去因爸爸遐，然后问因囝，那遮逐个爸爸拢甲家己诶健康啊足好，甚至伊望因囝会使成功啊，然后工作顺利啊，是毋是安尼？然后佮讲你早起对伊伤严格啊，然后就是即个艰苦诶过程，然后讲伊对因囝佫无够好安尼。那这个少年爸爸看着绝对艰苦无，绝对哇塞！这个广告公司佫真正佫足厉害，佫家爸爸请来，请的时阵当然个咱做伙嘛，咱做伙时阵就爱讲啥？讲一句话，做一句我爱你，一定爱讲我爱你，因为伊真正了解讲，原来伊迄早爸爸妈妈拢对我真好，对我真好着，因为伊真正来做爸爸做事大，对啊，做爸爸妈妈了解讲对囝遐亲情，对囝遐爱。那我讲着这个故事的话，就是使用亲情无当比，这亲情，交阮爸爸妈妈对阮家己迄亲情无共款，对无共款。一个是大母，一个是小母。大母就是伊是为着众生，为着阮遮个道。啊，小母呢？小母就是只是爸爸妈妈只是为着家己个囝。如果别个囝伊后一条困，伊才会去看伊，才会着甲囝看，无可能啦。啊，敢有对家己讲我爱你，无可能，无实啊，对啊。啊，但是老师就敢若阮个家人啊，吼，伊就是看着，伊就是想要去帮阮引导。所以，老师就问即句话：敢讲荣华甲富贵，使用亲情袂当比，奈何追求名利无了时？阮追求这名利，这名利就是纯粹咧讲阮工课的名利尔，嘛咧讲这名，毋也是咧讲工课的名，嘛想有。假说或许真正是一个学生，一个工课的人对无？一个迄个学习的迄个一个囡仔对无？那以后若结婚，就变一个生囝，就变爸爸对无？那囝佫生囡仔，就变阿公啊对，一个名。那是毋是有诶前者，伊确实会问讲家己诶爸，伊诶囝哩是谁啊？以后有一个好诶家，会使嫁一个好啊，嫁一个好某，然后会问伊诶是谁，啊，过啊去生活好。那这字诶名字诶字，这名字诶字，毋也咧嘛是咧，毋也嘛咧讲着阮工课哩无？这字就是伊家己，互家己心情较快活，即个是会使互我家己心情快活，这字。
为着要追求这名利，是毋是就会渐渐较少来辅导？是毋是会渐渐因为即件代志，家己会细小一寡代志，然后渐渐对辅导有一个距离伫个啊。所以即个时阵，四光老师就讲，台湾即个离别是暂时，因为阮拄则好像讲着，阮拢是对天命来嘛。即个离别，阮是对天命而来到这世间要发家己的经验，然后去修炼去幸福的。那即个离别，希望是暂时的，因为有时阵有个人可以来这世间，可以做一寡较无好的代志，所以就去受苦。那伊嘛希望讲，这毋是悲伤的开始，若毋是悲伤的开始，会变啥物？快乐的结束对无？毋是悲伤的开始，就是快乐的结束。所以，师尊我来对头前甲阮讲的这个话，这人生喜乐上一换皮，然后需要咱做事，然后才会话讲互阮听，阮敢听有对，敢听有对。伊只是用即个信话来讲互阮听对无？所以后壁。伊遐讲用画面，请你转介伊。阮敢有可以去看太阳？阮敢有可以来看？看伊敢有可以？无可能嘛。阮一定暗时的时阵，画面阁是较柔和，看会记得。那暗时的时阵有时阵咱的心会安怎？会伤悲，会悲伤着，有时阵会做一寡代志。然后，阮若较伤悲伤的时阵，会大概去到一个所在，伫房间，无可能伫客厅。客厅有其他人来个，悲伤的时阵一定会家己孤单一个人伫遐。那伊比喻的就是讲，咱时阵若是有时阵对着人生的困难时阵，这老师希望讲，阮会使看着一个人，像迄条路啊。伊希望伊所寄予就是寄予这个话，希望讲会使照即个路，然后去了解伊情境。那或许学习到这个，然后阮们来听信我来了解阮师尊的心意。谢谢。轻轻一半，那本书也会当作是你。我和你相会下你，何必感到老糊涂？道理那可是假亲情。早年来你心里都已。回却散过了花里，何奈休息把回忆，为你转悠难为意，最后就是别离。当风樱花的富贵，素用静静对难比，奈何对求命里无了心。但愿你袂是暂时，不是悲伤的开始。为求请你做代意。再讲樱花的富贵，素用静静对难比，奈何对求命里无了心。但愿你袂是暂时，不是悲伤的开始。为求请你做代意。哦。